咱台湾即马还无承认外国驻疫苗记录，边境管控犹原是施行14天。不过有风声讲，外籍技师已经登去因的故乡做过2档疫苗啊，入境台湾犹原爱进行居家检疫。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表示，国内外疫情犹原是真严重，暂时无打算要改变防疫规范。 国内疫苗还无够，传出有袂少人已经出国去做有风声，包括一寡国际航空的外籍机师，因也趁休假回去故乡住。不过台湾即马还无承认国外注射的记录，至少大约30位外籍机师，就算已经做过Moderna 甲辉瑞2剂疫苗，敬拜返来台湾，拢着爱居家检疫7天，佮加上自主健康管理7天。 国外这时候要来开放，也有一点担心这个相关的变种病毒，是会引发在社区上面，让我们比较难以掌控的一部分。虽然我们曾经有想过、有计划过，但目前在国内疫情在紧张的时候，我们大概先不做这样的一个考虑。 考量国内疫情还伫咧看守期，陈时中表示，无放任机组员防疫规定的拍算，加上国外变种病毒当伫咧行，台湾边境的防疫也会继续维持。各类的变异株呢，都需要特别的注意，所以我们刚才讲说，边境的政策目前不会放宽，那也要确实做好居家检疫14天，这都是我们在目前里面必须严格要求的。 互疫情算长冬外，未少欧美国家豆豆解封，欧盟16即天也审查安全旅行的国家名单，证实台湾有伫咧名单内底。准若会议结论同意，相关国就会豆取消对台湾非必要旅行的限制。不过，敢要需要检测、隔离等等的措施，就要由各成员国来决定。记者阿敏珍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